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洪晓玲等人提案修正宪法诉讼案哦，要甲大法官现有的总业规定改做法定的总业，裁判的门槛提高到要有法定总业的2/3的大法官，才会当来开会。虽然立法院初审已经通过了，也毋过哦，争议阁继续在摊烧。有律师团体是表示讲，这个修正案会造成宪法法庭无法度召开，造成宪政危机。因要号召153个律师，要伫16出席守护宪法的游行。不瘫痪，宪法法庭不瘫痪，人民权利有保障。针对国民党立委洪晓玲等人提案修正宪法诉讼法，真侪律师联合开记者会，质疑这修正案有瘫痪宪法法定的危害。他把所谓的参与的人数跟表决的人数，他要调整成所谓的法定总额制，比对现在我们的运作状况，现在只剩下8位大法官。这一部法一旦通过，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宪法法庭没办法继续运作。今年7月，立委洪晓玲提出宪诉法修正草案，增订现有总业修正组以法定总业15人方式来算，佮要求将宪法法庭释宪判决定动议砍斩为1/2改做2/3。立法院已经完成初审，律师团认为，若立法院若被党团反对大法官人数，因讲是逼大法官人数不够，无法度开庭。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般的法院都要求他们的审判审理的程序必须要严谨，甚至大法官也认为在这个最重的死刑的判决到一致决，那么我们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大法官要采取更高标准。高门槛要这样子规定的话，你要有配套措施。现任者任满，然后继任者还没产生的时候，你要让现任者继续担任到那个继任者产生为止。现在变成只剩下8个人，永远不可能达成你那样的运作嘛。目前153位律师联合声明反对宪法诉讼法修法，各号召第16发起游行表达诉求。这153位律师只是在全国的2万多名律师当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他们全部都是这个会员集体的这样的主张，还是只是少部分支持这个拥护赖清德政权的律师，他们才有这样的主张啊。洪晓玲强调，宪法诉讼法修改目的是要让宪法法庭制度更加健全。不过，律师团体有关呼吁立法院调解各党团不应该通过这个修正提案，避免宪法法庭无法度运作的宪政危机。记者综合报道。